来吧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西城，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哦，我房间的水龙头坏了，我打电话给我表妹，是我表妹让我来的。干什么呀？苏妍希，你放手！滚出去！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滚！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！你给我滚死！你敢这样对我！怎么办？看来我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我得想想其他办法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当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解析，你等等，相互依靠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他有机会接近我。但是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请你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想好了，顾西城，我们两个还是分开吧。不，解析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现在没有人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这2天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在联系你，我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能失去你。别再说了，顾西城，我们两个人已经结束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解析，解析，你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跟苏妍希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向你发誓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顾西城，我不想骗你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后悔。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。从你带我去孤儿院，我们一起去爬山，一起看星星，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吗？是你改变了我，你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是你让我知道原来生活这么美好，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，这一切你都忘了吗？这所有的爱你都要放弃吗？顾西城，我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竟然不爱你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
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哦，没什么，一个骚扰电话。那赶快起床吧，要吃早饭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顾西城，你别给我不知好歹。奶奶早。哎，早。奶奶早。早，坐吧。锦溪啊，回来就好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一定要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尽到自己的本分，懂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奶奶，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这把老骨头啊，早晚要被你活活的气死。你以为媳妇儿回来你就没事儿了？那公司里的事情你就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不是一直在管吗？那就管呐，那就糟蹋。前几天公司理事来跟我告状，说你撬了自己项目的会议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干什么去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么丰盛的早餐，您赶紧吃吧，别为了您这个不孝的孙子，破坏了您的胃口。锦溪啊，以后如果再有人在我面前告西城的状，那就不是西城的问题了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吃饭吧。奶奶，我顾西城犯的错，我自己承担，跟锦溪没有关系。我不吃了，上班去了。你这孩子，我没有说你什么呀。走，锦溪。这孩子脾气是越来越大了，我都说不得了。哎，先生，哎，这是揽月湾吗？是。哎，不是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现在样子已经改变了，他应该认不出我。哎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这是揽月湾吧？对啊，哎，你见过这姑娘吗？这不是锦溪吗？对。那请问您是？啊，哎，这是我女儿，我是她爸爸呀。哦，原来是伯父啊。你找他呀？对，你能告诉我她住几楼啊？锦溪她现在不在这儿住了。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公司，一会儿你在楼下喝杯咖啡等我。你之前不是一直特别讨厌去公司吗？那是以前，但是现在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一下。看我干嘛？没看，你明明看我了。我看的是你旁边那棵树。你干嘛呀？你不是要看树吗？我让你好好看看那些树。我们现在是在大马路上，你后面还有好多车呢，这么做很危险的。我乐意。怎么了？那你高兴，你也不能把别人的路给堵了呀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这次回来你高兴吗？这样，你现在先开车，你开车我就告诉你好不好？你先说，我再开车。干嘛呢？高兴。那是一般高兴，还是特别高兴啊？不行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高兴，高兴。
喂，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有什么事跟我的秘书说。喂，是谁的电话呀？你今天早晨接完电话也是这个表情，是谁打过来的？不能说。我接了那么多，你说的是哪一个呀？你说这个贺锦熙他现在不住这儿？对呀。伯父，你不会不知道锦熙他已经结婚了吧？啊？他结婚了，他跟谁结的？对方有没有钱了的？不是，我是说他过得好不好啊？那个人干什么的呀？伯父，您放心吧，锦熙他过得特别好，他现在已经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神龙集团的太子爷顾西城。啊？瞎胡闹！顾西城呢？来没来啊？老李啊，顾西城来了，你就少说两句。毕竟这个公司是人家老顾家的，你就是到他奶奶那儿去告状，弄不好那可是搬起指头打自己的脚。我管他是谁家的呢，反正我知道，顾西城就是他们顾家的败家子儿。哼，我要不是念在他爷爷曾经对我有恩，他捅的那些篓子，我才不帮他补。李叔，你找我？什么事啊？你们家人没教过你吗？啊，进门之前先敲门，看看你什么样子。李叔，我从小就没了爸妈，是奶奶把我带大的。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奶奶没把我教好了？哎，老李，西城啊，老李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的，老李这个人脾气不太好，可他一心一意都是为咱们公司好啊。哎，刘叔，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老李去我奶奶那儿告状，是为了这个公司好，那么言下之意，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害群之马了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怎么说好？老刘，你什么也别说了。西城啊，今天你是怎么了啊？不好好的待在家里养尊处优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长城电子公司的合作合同是。刚才李叔说我捅的篓子不帮我补 ，OK， 我捅的篓子我自己补。但是我要警告你们，不管你们在公司以后支持常志成还是我，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不要搞小动作。全是他奶奶给惯坏的。嘿，我不管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你们总裁。先生要见总裁，请您提前预约。预约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站住！放我！站住！站开！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看像。别动我！谁敢碰我？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知道不？你们敢碰我看看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总裁是谁？竟然跑到这儿来乱攀亲戚！谁不信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贺雨欣是我女儿。你们敢碰我？你们敢碰我，让你们总裁踹也不踹了。传闻中，贺锦熙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他这……哎，好不容易上你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左夫人好。哎，站住！你谁你啊？
听说你的女儿叫贺锦熙。啊，哼，巧了，我老婆也叫贺锦熙。哎呀，那个嫁给你们家的那个贺锦熙呀，她就是我女儿。是吗？啊。可是我认识的贺锦熙，应该是出身书香世家。可书香这2个字，跟你可搭不上边儿。啊。我当年呢是当过几天老师，这后来不下海了吗？做生意了。原来如此，跟世家确实沾不上边啊。这个既然锦溪嫁到你们家了，是吧？那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个当爸爸的有一点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呢？好啊。你说吧。锦溪呢？我女儿是我从小带大的，哎呦，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她养这么大不容易呀。我最近做生意，这个资金上有些困难，你看能不能给我资金周转？开枪！要钱是吧？这要钱多俗气！我就是说资金上那个周转，就资金周转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我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其他爱好，就是爱玩。只要你把我玩高兴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玩？贺振东怎么会跑到神龙集团去呢？找贺锦熙，还是什么其他的目的啊？要是顾医生发现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也不知道贺振东刚才发现了我没有。他要是认出来我不是贺锦熙，可怎么办？别夹了！哎呦，不许让你别让他夹了！哎呦，头别夹了！胡先生，我不玩了，太疼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不是要钱吗？我还没玩够呢。胡先生，你个傻瓜，赶紧把我给放了！岳父大人，你不是一个聪明人。你要是缺钱，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会给你。我顾西城从小到大，对钱是最没概念。我最喜欢乐于助人，但是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，而且拿我的女人欺骗我。我没骗你，我没骗你。我真的没撒谎，你把我放了，兄弟，把我放了，我放了。医生，快让他们放了我。在家。别讲了，不玩了，不玩，兄弟不玩了，顾先生，那个王八蛋不玩了，哎呀！注意那个架子上，哟，少爷回来了。回来了吗？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快到中午的时候回来的，待在房里啊，一直没出来。好。方叔，怎么了？别管他，真是擦去。
贺锦熙，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人，好像是爸爸。世上这么多人，你有可能看错了。哎呦，我不可能看错的，我今天在神龙呢。你在神龙？你怎么会在神龙？苏妍希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喂，喂，苏妍希。打电话给谁啊？我刚刚在跟我好朋友聊天呢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？你还说我还要说你呢。在公司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我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不舒服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我让方叔叫医生。啊，不要，我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睡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这样，你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洗手间。有什么事叫我。锦溪，怎么了？突然觉得你回来真好。你爱他，就应该相信他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方叔，嗨，有一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来了。我父亲啊？胆子不小啊，今天都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把除了钱其他的条件都跟我说了，我一定满足你。一成，奶奶，他今天来我们家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贺先生啊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孙子啊说话就是太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，这都是孩子嘛。爸，哎，你苏小姐，是安安吧？哎，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事，我也是刚来，坐吧，坐吧。哎，安，以后别叫我苏小姐了，太见外了，你就直接喊我妍希就好了。啊，妍希姐，啊，初次见面，一点小心意。这是你上次不说喜欢这个包包吗？我就让我朋友留意了一下，没想到在国外真的买到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妍希姐。啊，最近总裁夫人有没有去公司啊？总裁夫人？没有啊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贺锦熙他爸爸来公司闹事儿的那一天，他好像在公司出现过。他爸爸去公司闹事儿？公司以前不是一直传贺锦熙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吗？
觉得根本就是假的。哎，他爸爸都跑到公司找顾总要钱来了。我还听说贺锦熙啊仓皇逃走。那顾总有什么反应？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是不相信呗。我听说啊，他还把人家给修理了一顿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顾总啊，好歹也是见过那么多女人的人，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就能被他骗得团团转呀？爸，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时间长没见呢，太激动了啊！算是领家照顾。锦溪，他真是你爸？那还有假？我问你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？西城，是我爸爸。哎，西城，贺先生啊，我这孙子啊，就这么个脾气，你可别在意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锦溪啊，好好陪陪你爸爸。我呢，上去看看西城去，让锦溪陪陪你啊！我去看看西城去。您慢点啊！哎，慢点慢点。跟我出来。这顾大家族到底是大家族啊？锦溪啊，锦溪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到底是大家族啊，连个后院都弄得这么大，啊？你在这顾大家族过得很舒坦吧？爸，哎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哎呀，我说锦溪啊，从小到大你都没对我这么恭敬过啊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嘿嘿，是嫁到大家族里受大家族的熏陶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锦溪，你这编的不错呀，是书香门第，怎么想出来的？你说这顾家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？爸，你这现在是在顾家，你这么说话不会被别人听到啊？听了怎么了？反正吃亏的不是我。我说锦溪啊，你现在在这过得这么好，是不是也给爸爸来？我没钱。没钱？那你嫁到顾家干什么？啊？你说你没钱，谁信呢？自打进顾家之后，顾其成的私人财产我从来没有接触过，信不信由你。从来没有接触。你缺钱不会要啊？还让我教你一次啊？你不可理喻。你走吧。哎，锦溪，锦溪，哎，锦溪，锦溪啊，爸爸欠人家20万的赌债，他们说了，我要是不还给他们钱呢，他们就把我，你爸爸就没命了。你帮帮我。赌债。哎，锦溪啊，爸爸给你下跪了。爸，你干嘛呀？就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帮帮我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，这件事跟锦溪没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前几天他是不是刚到公司闹过事儿啊？你不要以为奶奶不去公司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奶奶，我知道您神通广大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别看你平时有些散漫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，你还是个很有原则的孩子。是啊，贺振东到公司的事完全就是个误会，您就别多想了。
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嘛呢？今天晚上派对来不来呀？啊，长城电子的项目，这个合同是我做的。对。赶紧 ！I wanna good at you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来公司核实一下。好，等着我。奶奶，我现在有事儿去趟公司，有什么事儿咱们晚上回来再说。我先去换衣服了，拜拜。哎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。孩子，贺锦熙，苏妍希，稀客啊。我想找你谈谈。找我谈谈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不是已经跟顾七成提出离婚，并且搬出顾家了吗？你现在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妈妈的病情吧。我已经回顾家了。好，比赛开始，加油啊，姑娘们！让猛力哥动一下，桌上的礼物就是你们的。选一OK， 怎么样，猛力，行吗？我没问题，这肯定不动。登记！来，姑娘们，听我说，杀不动没有用，那个硕哥手上没有礼物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孩子大金主吗？等一下，这是一张黑钻牌，你们到隔壁开间房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，随便玩，一切我买单。你走的这么没有留恋呢？你咋那么敏感呢你？啊？不敏感，掐我！你不是练过金肉铁布衫的吗？说，过来坐，咱们聊会儿天。都走了，一个都没留。你来干什么？你不是去谈项目了吗？不是你们叫我来喝酒的吗？我是让你来助兴的，不是让你来扫兴的，好吗，大哥？你干脆回去陪老婆吧。行了，就别跟我提他了。又怎么了？又吵架了！我的天哪，你们怎么天天吵架呀？吵什么架？没吵架。那怎么了？哎，说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发现你老婆她的家庭情况跟她之前说的不一样，你们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不是，嫂子是骗子，骗你个大头鬼，你脑子里就二头肌是吧？两种可能，那首先他比我穷，没关系啊，我有钱，我给他花了。第二，他比我有钱，比我富，更好啊，没有问题呀。他给我花，我可以接受啊。强强联合，家庭联姻，门当户对，非常棒。我下半辈子不用奋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不怕他跟着你是为了你们家的钱啊？那至少我身上还有些钱，可以让他去图。最怕的就是那些钱搞不定的女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我已经回顾家了。苏妍希，我当初让你代替我嫁进顾家，不是为了让你缠我男人。我怎么有脸站在我面前说你又回顾家了？对，我是替你嫁进顾家的。可是之前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也都替你做了。现在我不想再做任何违心的事儿了。你今天过来是找我宣战的吗？我不想跟你宣战。我们两个人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跟你没什么谈的，你也没有资格跟我谈。
别怪我没警告你，趁我还有一丁点耐心的时候离我远点，不然到时候我做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敢保证。贺锦熙，今天爸爸来顾家找你了，他说他欠了20万赌债。他找的不是我，是你。贺振东已经缠了我20多年，现在也该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西城，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？去哪儿了？找一个朋友聊会天。你这是在等我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也刚回来。哼，睡觉了。西城，怎么了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怎么样？今天的夜景还不错吧？我想跟你聊一聊我爸爸的事情。你别说了，其实我都知道了，我也想通了。不管你想什么做什么，我都会相信你，支持你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可以尽管跟我说。谢谢你啊。是不是觉得特别感动啊？你这个老公没白嫁吧？感动你个头啊！好好的气氛全都让你给破坏了。我要去睡觉。哎，喂，王叔。喂，少爷，老夫人要出远门了。什么？出远门？哦，好，我马上下来。哎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起床。你自己去上班吧。奶奶要出门了，快快快，起床！什么？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操心吧，啊！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奶奶，奶奶，听说您要出去啊？啊，奶奶为了公司啊，忙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没有出去潇洒过呢。现在啊，我觉得我应该出去好好的放松放松了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家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，还有公司的事儿怎么办啊？家里上上下下你不会看着办呢？这不是还有景熙呢吗？再说了，公司里的事情还需要奶奶去处理吗？我呀，我该放放手了。奶奶，你就好好出去玩吧。家里呢，我一定会尽力照顾好的。有你这句话呀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这次出去呀，就是想啊，给你们小两口创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我在说什么，你应该明白的，可别让我失望哦。好，知道了，奶奶。您说什么呀？什么明白不明白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奶奶，旅途愉快。哎，好，好好的啊，你们两个人早点回来。哎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少夫人放心，我会协助您料理好家事的。谢谢方叔。我先去了。好。家里公司那么多事，奶奶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也太不厚道了吧。
那要不然为了逃避公司的琐事儿，你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我可是一个有责任的男人。等等我。露露，少爷，我车钥匙呢？少爷，你要出去啊？啊，我要去趟公司。车钥匙，少奶奶。那，上在这里。呀，平时也不见你这么积极，怎么奶奶一走，突然之间脱胎换骨了？哼，我倒想休息几天，可是奶奶前脚一走，公司的人就把我电话打爆了。我现在要去公司收拾那帮老家伙。开车小心点啊！等我回来，在家等我啊。好，陈总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这个项目，顾总好，给我留40%的份额。好的，顾总好，合作愉快。顾总，这个是上次您让我查的贺振东的背景资料。欠债？安排人给他打20万。哎，顾总，这里面还有其他资料，您不再仔细看看？我这里有张购物卡，你想买什么都可以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安，你快说说看，到底是什么事儿？啊，对了，就那个贺振东啊，这顾总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，但其实他已经安排我在私下调查他的背景，这就说明顾总已经开始怀疑了。开始调查贺振东。安，你觉得你可不可以在这份资料上做一点点手脚？妍希姐，尽管说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在负债人上面加另外一个人的名字。还有其他资料？对，我看了。哎，顾总。喂，妍希姐。护士，我妈妈情况怎么样？目前来说，你妈妈恢复的情况还是挺好的，现在情况比较稳定，但平时的药物治疗不能停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妈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爸爸已经找上我了，我觉得我的身份已经瞒不了多久了，可是我再也不想离开顾西城了。我很害怕有一天他发现真相以后的样子。他现在越说相信我，我就越觉得害怕。妈，你赶快醒过来吧，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司徒啊，哎，今天真的没空，奶奶出去玩了，公司一大堆事情要我处理呢。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我没有兴趣听。是关于你老婆贺锦熙的。现在有兴趣听了吗？
露，怎么了，少夫人？露，快帮忙，快进来啊！现在每天睡在你身边的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贺锦熙本人，你从头到尾都被她骗了。苏妍希，你身为锦溪的表姐，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伤害锦溪。西城，我真是为你好，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呢？不管是真是假，我爱的就是我认识的这个贺锦溪。回来了，赶快洗手，马上开饭。怎么是你在烧饭啊？露露和其他人呢？现在家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我让他们全都去休息了。糟了，我的汤！还好没有煮糊，吓死我！今天烧了这么多菜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得让你见识一下我精湛的厨艺。哎呀，这个汤啊，是我今天特意跟露露学的，你尝尝看好不好喝啊？好，看着还不错啊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谁做的。来，好，我尝尝。还不错，但是跟露露的肉丸汤比起来，还是差一点。哎呀，本来我在想着以后每天煲一锅爱心汤，可是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吧。既然人家这么嫌弃，我自己喝好了。哎，别着急，跟你开玩笑呢，小气鬼。你煮的汤啊，我都喜欢。因为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是你。吃饭呀。赶快尝尝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西城，你睡了没有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讲吧。传说很久以前，幸运女神呢亲手种下了一株极为珍惜的小草。这个草呢有4片叶子，每一片代表不同的含义。第1片代表希望，第2片代表健康，第3片是付出，第4片是爱情，花语呢就是幸福。传说只要找到4叶草的人，就能够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，从此幸福一生。哎，你说我们2个人能不能找到属于我们的4叶草呢？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姐姐，姐姐，起床了。你要去公司了吗？开车小心一点，注意安全。姐姐，今天我不上班，你得不出去的。我好困了，要睡觉。你看，今天的太阳那么好，
顾西城，你好吵啊！起来嘛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起不起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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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起不起来！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要找四叶草吗？你昨天晚上都听到了？废话，你那么大声，我想不听见都难。谢谢你啊。走吧。走啊，别愣着呀，一起找。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当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那个好像是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用手机拍照。那么多你拍我干嘛？拍叶子呀！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优秀！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看来是找不到四叶草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家呀。现在就回家呀？不然呢？你还想去哪儿啊？杰西，这就是你原来的地方。没错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直接回家太可惜了。我们爬个山，收获一下筋骨吧。我突然觉得我有点腰酸背疼，要不你爬山，我在山下等你。你平时养尊处优惯了，爬山对身体特别好。是啊，爬山很简单，你要喜欢爬，我组织一个登山队陪着你，慢慢的登遍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崇山峻岭。但是今天还是算了吧。顾先生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什么？我不行？我告诉你，从小到大，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不行。你行，你行，我相信你。回家吧。等等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行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休息。哎，好啊，爬山啊，才跑了半个小时，你就休息了16次，喝了3瓶水。照你这样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？不是，你体力怎么这么好啊？我从小就爬山啊，这种山对我来说是小 case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？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。走吧。哎呀，我不管，我不走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要休息。贺锦熙，你还说我不行？我看是你不行吧？你说谁不行呢？你呀，我就说你。我就是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下，我怎么不行了？顾西城，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
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是崴着脚了还是撅着手了？哎呦，我手没事儿。我看看，这儿啊。哎呀，你慢点，轻点，轻点儿。哎呦，这儿，忍住啊！哎呀，你呀，这是平时不锻炼的结果，关键时刻总是容易受伤。那我平时也没有见你怎么运动过呀？那是你不关注我。哎呀，季少卿，哎，停一下，那边好像有个道观呢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放下来。师傅，施主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这里供的是哪位神仙啊？我们花神宫花神殿供养的是一位花神娘娘，掌管着世间爱情姻缘的，你们可以进去拜一拜。谢谢啊。请。花神娘娘，算了吧。那得拜一下啊。走啊！求姻缘的。哎，走吧。求姻缘的那是。许什么愿呢？保密。有什么好保密的？说说嘛。那就抽完签之后告诉你。上上大吉，看来施主应该是祖上积德，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啊，可喜可贺。抽啊！下下大凶啊！名与利皆虚乎？凡百事吉中凶啊！道长，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看姑娘面相，应该是大富大贵啊，只可惜这些福气都不是你本身的。行了，道长。西城，哎，你刚才怎么跟人那么说话？这个人阴阳怪气的，别理。怕你累。我觉得我这会儿好多了，我自己走一会儿吧。上来。哎，西城，这条路我们走过了。走过吗？是不是你记错了？道观在哪儿？奇怪，又是那个破地方。去那边。累坏了吧？西城，别说了，我知道，还是这条路，还是道观。邪了门了。先下来。哎呦，小心啊！没事。你在这等我，那里有几个人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嗯。嗨，美女们。哎，帅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打听一下去山顶的路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要什么好处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哎呦，真的吗？
那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你告诉我。你怎么那么快出手啦？不是什么我先看到的吗？什么干嘛你先看的？我先看的。哎，我只是想要打听一下路而已。顾西城，你问个路需要那么久吗？快了，马上。帅哥，她是谁啊？你表妹吗？对，她是我表妹的表嫂。表妹的表嫂，她是你老婆？对，其实是说你有老婆啦？是啊，哇，所以你这样结婚了？我是一个妻管严，不是你们的菜。妻管严又怎么样？结了婚又怎么样？结婚了还能离婚呢？帅哥，今天你的联系方式我要定了。可是你怎么这样呢？还有我要，干嘛？我先要的，我先要的。都别抢了，我都给，一个一个给。OK， 有没有笔？有。你老婆的眼神啊，怎么在骗我吗？她爬了一天的山，有点饿了。简直就是母老虎嘛！记得离婚了来找我哦。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。怎么了？一转眼就没了。哎，别走了，来，我背你，上来呀！哟，生气啦？没生气，可高兴了。哎，别装了，来，上来吧。我问你，你最后神神秘秘的那句话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说，他们随时可以打那个号码来联系我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哎，等等，你知道我留的谁的电话吗？不想知道。司徒硕的电话。真的？骗你是小狗。上来吧。来，我背你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刚才，哎呀，陆启成，